多謝晒胡生咁夜仲過嚟。因為有個項目級就見到隻防水材料得，所以要過嚟睇一睇先。而家新城 A 區嘅發展啦，同埋平時天面嘅水缸都需要呢啲咁嘅防水材料，所以過嚟睇睇。其實你可以摸下佢嘅，你覺得濕唔濕？呢樣嘢堅喎，真係唔怕濕喎。後面全部都係水喎，見你裝滿晒喎呢裝到度。你咁高佢嘅水係啊，真係幾 mm 嘅啫。依家咧，我哋有好多去嗰啲露台啊，係咪外牆物管唔肯整嘅？咁批嗰啲嘢，跟住啲水就出翻，真唔真事？初步睇功效冇問題嘅，功能性係唔錯，真係。喂，咁幾時買貨啊？你累了，快點回家休息吧。仲有一隻仲堅嘅納米級龜，而家我哋而家過去睇一睇，其實瓷磚膠咁樣咧，已經係去到應該5.0啦，已經。即係如果你超出咗咁樣，係你都唔怕開力嘅話，你就能夠同個基層啊，能夠一齊變形啊。佢係可以混合到不鏽鋼同埋混凝土，你可以睇到耐磨度非常之高啊。澳門市面上比較少呢種材料嘅未有出現材料，係啊，會代替傳統嘅厚層保溫層，因為保溫層我哋經常會穿水啊。一保護層咧，佢一穿咗咧個保溫層咧，佢係冇有水嘅，積住啲防水，浸住啲防水層，眼都浸到眼啊！呢個材料喺市面上應用到可以，因為好多地方都需要呢啲，尤其新宿逢嘅位置，舊樓都多，大排水管啲位置舊樓排水管由呢啲鋼材同埋石屎嘅連接啊嗰啲位置，仲有好多時就係漏水嘅位置。仲有隔溫咧，咁你天台咧，天面都用得。咁你慳翻呢件係你慳翻幾多啊？佢最緊要佢係有隔溫幾 mm 就已經可以相差成10度，真係唔係得我講㗎，工程師都有講㗎。幾錢？你有心我嚟揾我。係